限定嘅櫻花雪糕啦，好清啊，有一啲嘅花香，咁所以就啱一啲咧，唔係話太好甜嘅話咧，咁呢杯雪糕就啱晒啦。買完雪糕之後，竟然咁好彩，俾我撞上肉汁掣喎！有啲咩咧？我哋見到一個售賣食券嘅機啦，咁另外再行少少咧，講緊嘅係冇錯啦，有班妹妹咧係着得都幾得意咁樣，係喺度可能係賣緊啲嘢啊！咁有啲人圍住佢哋啦，咁最緊要梗係肉汁掣，但係揾下究竟有啲咩食啦。向前行下先，哇！舞台喎，你有表演睇，唔知道大家會有啲咩睇嘅咧？而家咧可能係未到食飯時間啦，人未算係好多，咁但係都有人咧坐定喺度霸定位，咁希望大家睇表演嘅。咁當然要關心下你哋有咩食啦，呢邊就係食嘢攤檔啦。見到有燒嘅肉啦、豬肉啦、豬肉飯，豬肉受歡迎。咁啊，第1揀邊樣嘢食好咧？哇！最中意就係天寒地凍食下雪糕㗎啦，仲有 show 睇。我自己都幾中意參加啲祭禮，因為我覺得日本嘅祭禮咧，開心嘅地方係個氣氛好好，當地人咧好熱烈咁參與啦。同埋最緊要就係有好嘢食啊嘛！好啦，而家好煩惱啊，因為要煩惱究竟買咩食好，轉頭再傾。